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那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复活节快乐！今天是约翰福音第4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连文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在这复活节庆祝的主日，我们也来到你面前，一早将我们的时间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来高摩我们每一个人，高摩牧师，也看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在这复活节庆祝的主日，主啊，你亲自来向我们显现，祝福我们以下共读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看见耶稣在受死埋葬，好，那今天是受难周的第8天哦，好，那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早晨。那我们昨天有看见有2位暗地的门徒，一位是约瑟，一位是尼哥德慕，将耶稣来安葬。好，那这也应验了圣经当中的话，好，那就是神的旨意都已经清楚的显明。那我们今天要来看20章，那20章里面呢，讲到了在主日，好，那就是7日第1日的早上，那耶稣众人陆续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好，那以及耶稣来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当天也向门徒来显现。那在约翰福音有特别记载了就是在向门徒还有向多马显现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20章所要看见的。那我们一起先来请文杰带我们来读20章的第1节到第4节。星期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抹大拉的玛利亚往坟墓去，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他就跑去找西门彼得和耶稣所钟爱的另一个门徒，告诉他们，有人从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往墓地去，2个人一起跑，但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首先到达墓穴。谢谢。那现代中译本已经把它翻成星期日哦。那在原文当中是7日的头1日。好，那7日第1日，好，那是哪一天？好，那就是从安息日结束的那一天。好，那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好，那第7天休息。好，那在休息的时候呢，好，上帝也特别让这一天呢变为圣日。好，那但是我们昨天有解释关于这个逾越节到除酵节，好，那这个时间的排序，所以这已经就是在星期天的早晨，那天还没有亮，好，那也就是大概是在6点以前，好，那甚至是3点到6点之间，那这么早的时间，好，在当时的人可能也早睡也会早起。但是他们就在天亮以前，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姐妹，这位妇人呢，她就已经来到了耶稣的坟墓前了。那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呢？可能她还是心系着耶稣，好，那她可能也期待耶稣是不是复活，或是她想要到耶稣的墓前，好来
致意哦。好了，因为前面是一个大安息，是连续2个安息日，所以连续2天，好，他都没有办法来。好，那所以7日第1日的大清早，那他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墓穴的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哦。那在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都有记载，只是在其他福音书记载，不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单独来，还有其他的妇女也来了。但是在约翰福音只有一位妇女啊，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是4卷福音书都公认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哦。那这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她也曾经这个路加福音有记载，她的身上有7个鬼被赶出去。好，那但是她是成为一个不仅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好，那还有他也是在耶稣受死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有在场的人。还有呢，他也是第一个耶稣复活后第一个要他出去传复活福音好消息的人哦。好，所以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玛利亚。我们昨天提到有6位玛利亚至少。那但是这位玛利亚呢，他就去向西门彼得还有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从头到尾呢都不把约翰自己指名道姓出来只有用耶稣所爱的另一位门徒然后告诉他们说呢，有人从坟墓把主移走了。好，那就是把这个耶稣移走了，而我们不知道耶稣的遗体被移到哪里去好，那这对彼得对约翰来讲，好，那这当然是一个大事情。好，那但是对抹大拉玛利亚来看呢，就是他只是觉得呢，他并没有联想到耶稣是复活，而只有想到有人把耶稣的身体偷走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说这些罗马有人这些祭司呢，他们也担心有耶稣复活之后，好，那他们用钱收买这些兵士，好，然后告诉他们说是有人来盗墓之类的。那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10节。他俯身往里面看，看见玛莎还在那里，但是他没有进去。西门彼得跟着也赶到，他一直走进墓穴，看见玛莎还在那里，又看见那里那裹耶稣的头巾没有跟玛莎放在一起，是卷着放在另一边。首先到达的那个门徒也跟着走进墓穴，他一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他必须从死里复活那句话的意思，于是2个门徒回家去了。那当抹大拉的玛利亚通知这2位呢，这2位呢就用跑的一路跑但是呢在这边约翰还特别强调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跑得比彼得还快那先到了坟墓，那他成为第二个就是除了抹大拉玛利亚之外第2个到达坟墓现场的人。那他也按照他所看见的，就是进去里面，但是呢看见玛莎还在那里。好，那这代表什么呢？看见玛莎还在那里呢，这是约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好，那也表示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可是当初包裹他的这些布呢还在。好，那所以耶稣的这些裹头巾细麻布好，那都还在现场但是人去哪里了呢？那这就是他们现在所正在寻找的。后来西门彼得也到了，好，也看见了，所以至少有3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说或许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进到墓穴里面，好，那但是他只有看到洞穴的门开了。好，那约翰要强调的是，只有约翰第一个进去，好，那彼得是第2个进来，但是他们都是见证人，看见有布在那里。可是呢，第8、第9节之后呢，第8节特别提到说，当约翰先到达坟墓之后，他看见就信了。好，信。好，那但是这信什么呢？好，那当然这是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他相信耶稣复活。
可是后面第9节也有一个注解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哦，所以他们2个人呢，看完之后呢，也没做什么就回去了，反倒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先去通知了这个彼得和约翰，然后让他们2位门徒赛跑来到这边。可是赛跑完之后，看得空无一物之后，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又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那因为他们都是加利利的人，但是这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可能是回到要么就是马可的家，不然就是他们的亲友的家。好，那还是在逾越节、无酵节的过节的期间哦。好，那所以呢，这不仅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好，那他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好，耶稣复活，就连耶稣2个，好，一个是最大门徒，好，大弟子彼得，跟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他们来了，好，也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直接的联想到耶稣他复活了。好，那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下去哦。好，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11到13节。玛利亚还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一边哭一边低头往墓里看，看见2个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原来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这边，一个在脚那边。他们问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哭呢？”她回答：“他们把我的主移走，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哪里。”那当彼得、约翰都回去了，但是玛利亚呢，她果然是大清早天亮前就来到墓前，她还是舍不得离开，但是呢，她却在外面哭哦。好，那哭当然就是她的主死了，还有她的主现在连遗体都不见了。好，那她这本来已经绝望，现在又更绝望了。但是当她在哭的时候呢，却有2个天使。好，2个穿白衣的天使坐在这个洞穴的门口啊。好，那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好，也有记载这个天使在门口外面。好，那告诉这些门徒啊，好，告诉这些门徒，好，那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呢是地大震动啊，好，有发生地震，然后是主的一个使者从天下来，把石头滚开哦，然后就坐在上面了。好，那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好，所以还有看守的兵。好，那马太福音还说，好，这些看守的兵呢，好，是要避免好让有人来偷耶稣的墓。好，但是呢，好，这些看守的人呢，好，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和死人一样。好，那这群妇女呢，好，那天使就对那群妇女，好，告诉耶稣说他已经复活了，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啊。好，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好，那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呢，是2个天使来跟抹大拉的玛利亚对话。好，那这2个天使呢，好，是在墓穴里啊。好，那抹大拉玛利亚呢，显然她是没有进去啊，她是从低头往墓穴里看。好，那她看到2个天使，一个在头的地方，就是在停放尸体的头部的地方，一个在脚部的地方呢，然后坐着。然后天使还问他：“你为什么哭？”好，那玛利亚哭，就是因为她哭她的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身体不见了，有人把他移走了，但是不晓得移到哪里去啊。好，显然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意识到耶稣是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啊。好，那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14节到15节。说了这话，玛利亚转身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可是还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你在找谁？”玛利亚以为他是管园子的人，所以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移走的，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好去把他移回来。”那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没有意识到这2个天使是天使，好，那称他是先生啊。好，那所以可见呢，这个天使的样子呢是弟兄的样子啊。
是男性的样子，然后对他说：“如果是你医着，请告诉我，我要再把他移回来哦。”所以玛利亚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好，那她就是希望耶稣能够好好的安葬，好，就葬在这边。这是到目前为止，好，那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心中呢，就是的耶稣是一个主人，好，是一个可敬的老师，好，但是他还没有连结意识到耶稣的复活，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好，然后怎么样他的肋旁被扎，流出血和水啊，好，那他可能也看见了旁边的两个这个囚犯犯人呢，怎么样被打断腿骨啊，死状非常的凄惨，好，所以这些的画面呢，可能都还在冲击着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16到18。耶稣叫他玛利亚，玛利亚转身用希伯来话说拉波尼，意思就是老师。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到我父亲那里。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父亲；去见我的上帝，也就是你们的上帝。”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说她已经看见了主，又传达主对她说的话。那耶稣不晓得从哪边冒出来，那应该不是这两位穿着白衣的使者，好，但耶稣就瞬间就出现在玛利亚的面前了，以至于玛利亚要转身了。好，那所以这里有讲到说玛利亚转身，所以耶稣呢，他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玛利亚前面的动作是向墓穴里看到里面有两个使者，可是呢，他突然听到背后有声音叫他玛利亚，而且这个声音呢是他熟悉的声音，所以当他一听见这声音，好，他可以马上辨认出这是谁，好，所以就叫他拉波尼啊，拉波尼就是老师，好，所以玛利亚的直觉的反应，或是说他的直接跟耶稣的关系呢，好，就是他认为耶稣就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拉波尼，好，而且他听到非常熟悉的声音。那这也是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那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羊也会认得牧人的声音，牧人也会认得羊的声音，而且按照他们的名字来认识他们了。所以耶稣呢叫玛利亚的名字，那玛利亚一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呢，好，他就直接知道这就是耶稣啊，好，就转身叫拉波尼。那后面的动作呢，虽然约翰福音没有写下来，但是从耶稣所说的话呢，好，可以看见玛利亚已经非常的激动哦，她去拉着耶稣，好，那可能就是前面的动作是在哭，然后呢非常的绝望，好，但是一听见之后呢，惊讶的高兴的转身就去拉住耶稣，好，但是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好，因为我还没有上到我父亲那里去。好，那这里和本说升上去啊，好，升上去见我的父。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后的在地上有40天。好，那40天呢，有显给许多的门徒来看。好，第一个显现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好，甚至还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好，那40天之后呢，就在门徒的面前呢，好，就升天了。好，所以耶稣是他说在这当中呢，他还没有升天，所以不要拉他。好，但是是不是不要去碰他的意思呢？好，有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会觉得说耶稣是复活之后，好，这个形状都还没有成型，不能够去碰他，耶稣怕人去碰他。好，那他的意思是不要强留住我，好，不要拉住不放。好，那因为玛利亚她有一个非常异于常人的这个的决心哦，好，所以她才会在天亮以前3点到6点之间，她就跑到墓穴的门口，好，要来见耶稣。就算2个门徒都来了，又跑来了，然后看完之后回去了，但是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呢，还是停留在这地方，所以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紧的这个黏着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好，现在呢不是他一个人，好，把
耶稣留住的时候，好，因为耶稣有要升上去见他的父，好，那耶稣告诉他，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好，那前面耶稣有在最后晚餐告诉说，我不再称你们他们是真门徒，而且不再称你们是门仆人，要称你们是朋友啊。耶稣要和这些的门徒们成为朋友，现在呢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到我弟兄哦，就是他把这些门徒当成是自己的弟兄和同伙兄弟啊。好，那这是约翰福音当中耶稣第一次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在复活之后，所以这些跟耶稣经历最后的晚餐，好，然后呢经历了预备日，好，连续2个安息日的大日子，好，现在呢这些门徒呢，好，他们的信心要被提升啊，要和耶稣成为弟兄和兄弟，什么原因呢？因为都是同属一位父亲啊，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身份，他在什么样的地方和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关系啊。那这是耶稣他一直非常清楚的地方。那这里讲到玛利亚呢，抹大拉的玛利亚18节就去告诉门徒说他已经看见主了，又传达主对他所说的话。好，那所以玛利亚就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然后又第一个被耶稣所差遣去传扬耶稣复活好消息的人。那所以玛利亚看拉着耶稣，好，那虽然耶稣说现在不是拉住他的时候，因为他还有上帝的工作，好，如果耶稣复活了继续留在地上，那圣灵五旬节教会就不会来到，好，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教会的这个生活，好，那所以耶稣他不会搞混好上帝的计划，而是他清楚知道在他复活之后所要做的事情。好，接着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19到20节。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的这话，他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非常欢喜。好，那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好独特的记载，就是这些门徒们好当一天复活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在马太福音虽然有记载耶稣要这群妇女呢去告诉门徒们说他复活的消息啊，好，但是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被记载，只有耶稣告诉他们要到北边的加利利，耶稣所指定的山上去啊。好，那马太福音就在那个山上颁布大使命之后就结束。那在马可福音呢，好，耶稣向2个门徒显现，好，那么从路加福音就知道那2个门徒就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好，一路走，好，走到了这个以马忤斯去啊，好，那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呢，才耶稣又消失，又回来告诉11个使徒的时候呢，耶稣又回来，好，在他们的面前。好，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好，那晚上呢就变得隔天了，好，又进入到犹太人的犹太历来算又是隔天了，等于是另外一天了。好，但是这里都强调7日的头一日的晚上，好，那耶稣呢，他们就来到了门徒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既然都是门徒聚集，很有可能就是马可楼，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玛利亚的家中。那而且这里还强调说，他们在这地方呢，门是紧紧的关着。那为什么门要紧紧的关着呢？因为他们可能因为怕被耶稣牵扯连累，好，那所以他们不想要让外面的人看见他们在这里进出。好，
那彼得也曾经3次被人家指认出来，你跟耶稣是同伙的。好，那现在耶稣呢已经被公开的钉十字架，好，那甚至都已经公开的埋葬，好，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个危险。好，但是耶稣呢又再次展现了超越空间哦，好，没有开门的情况下，好，然后就进来到室内，好，然后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哦。好，那这平安之前有提到，好，那就是一个身心灵健全的状态，好，也可以指的是一个在周末的时刻，好的一个完全的平安的一种状态。好，那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那下一个20节呢，下一个动作是把自己的手，还有他自己的肋旁给他们看了。好，那当他们门徒一看见呢，好，知道这是耶稣，好，那他们从恐惧呢，好，瞬间就化为喜乐，好，那这也是在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呢，好，那他们也是一样的经历啊。当五饼二鱼的神迹结束好的那一晚，好，那他们也是耶稣行走在水面他们遇到这个摇橹不顺，好，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鬼，好，但是一听见耶稣的声音，就马上恐惧变为喜乐，好，那现在他们也听见耶稣的声音，平安，好，愿你们大家都平安，那他们就马上的恐惧化为喜乐，而且是非常欢喜。那再请文杰继续带我们来读21到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完这话，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好，那这一句话呢，在路加福音当中，虽然耶稣有出现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好，那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这是路加福音记载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那他们就给耶稣一片烤鱼来吃哦。好，这是路加福音在复活的晚上。那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对他们就是教导他们，然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哦。好，路加福音24章的45节，就是让他们对于圣经有了思考的能力。好，然后呢，再次提到照圣经所说，基督必须受害，第3天复活，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这些门徒就是这事的见证。好，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因为路加福音是接着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路加医师，所以他把这个领受圣灵呢，拆成2部分，就是在当天晚上，耶稣虽然有提到要赏赐圣灵，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领受圣灵。好，那一直要到使徒行传第1章的时候，好，到第2章的时候呢，彼得讲道完之后，第2章，好，这个五旬节好的这个当天，好，那这个也就是耶稣升天后的10天呢，圣灵才会降临。但是因为约翰福音是比较后写的，比较后写的，那也不晓得他在写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了路加福音哦。好，那但是路加福音应该跟马太、马可一样，都有人不断的传。好，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所以约翰要强调的呢，就是他们所得到的圣灵呢，不是只有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得，而是耶稣复活之后就向他们吹了这一口气，好，让他们就领受圣灵。还要从领受圣灵，这个领受这个字呢，是简单过去主动命令的语气啊，那就表示说这些门徒呢，他们在领受的时候呢，是已经领受了，好，那所以是一个重复的动作，好，就是他们层面就已经领受了，好，你们领受了圣灵，好，所以这个是路加跟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那但是约翰福音又特别指出说，这样的圣灵在你们身上做什么呢？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那所以这个罪呢，这个权柄呢，是用在传福音的上面。好，那对照就如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好，是要把福音传到
邦，使罪得赦的道，好，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好，所以这个圣灵呢，好，第一个就是要愿你们带给人平安，还有呢，圣灵呢就是要使人悔改，还有呢，圣灵呢就使能够因为悔改之后能够亲近耶稣啊。那所以约翰福音跟跟我们在读第16章好的时候呢，耶稣讲到真理的灵保惠师，圣灵叫人知罪，圣灵带人明白进入一切真理，还有圣灵呢要来荣耀基督呢，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好，那今天是读到23节，所以在今天的金句当中，用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的父亲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找复活的主呢，不是只有用赛跑的，就像彼得、约翰2个人跑得再快，但是呢，主耶稣没有要向他们显现，但是耶稣却向谁呢？向那起得更早的，有一颗心，就是要来抓住耶稣的人显现，就是这位伟大的姐妹抹大拉的玛利亚。虽然她曾经有7个鬼在她身上纠结、攻击、破坏她的生命，但是她把耶稣看为至宝啊。好，那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呢，已经彻底的打败了恐惧，打败了怀疑，也打败了死亡啊。好，那今天已经不知道是历史上第多少个复活节啊？好，快要2000个复活节。好，那今天也是复活节。好，所以我们在今天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恐惧、把我们的怀疑，还有把我们受到死亡的威胁呢，通通都要交给耶稣哦。那也祈求复活的主，让我们都能够领受圣灵，向我们吹气，差遣我们能够传扬使人罪得赦免的好消息，能够靠主战胜恐惧，战胜怀疑，还有战胜死亡的威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全的胜过死亡，完全的胜过世界，完全的胜过苦难，让我们在世上更加有平安，让我们在世上也更加有信心。我们可以活着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领受圣灵，我们就能够从罪的当中悔改，得到赦免，我们也能够得到医治，也能够得到释放。求主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再次使复活的生命从我们此时此刻就来发出，让我们不害怕死亡，能够勇敢的面对明天，帮助我们来走复活的路，来荣耀你。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文杰，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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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复活节快乐，平安。快乐，复活节快乐。